建築科技日趨成熟，點樣協助提升地盤安全啊？政府早年設立基金，資助業界引入安全智慧工地系統。有錢有技術，點解本港仍然不時會發生嚴重嘅地盤意外啊？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行緊地盤，不時會見到大型天秤附近總會有啲字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不過再睇返關注團體嘅統計數字，本港過去2年就發生7宗同吊運有關嘅意外，造成2個人死亡。大家都話要安全第一，但仍然未能夠阻止意外發生，係咩原因啊？呢一個職員攞住遙控器左撳右撳，控制住呢一隻機械狗，準備清洗大廈水缸。管理公司負責人話，以往曾經有工人洗水缸嘅時候熱衰竭，於是引入呢一套系統，工人唔需要再進入水缸做嘢。鑑於而家咧香港嘅水缸實際上嗰個嘅尺碼同埋個環境都唔同啊，往往喺呢一個咁嘅即係一個叫做密閉空間裏邊嗰個洗水缸咧，其實都唔容易嘅。你諗下喺呢一個嘅即係無論冬天甚至夏天，喺一啲好酷熱嘅情況之下咧，對個工人無論喺個工作嘅環境，甚至嗰個嘅即係實際上佢嗰個標準上邊咧都有一定嘅潛在嘅一啲即係隱憂啦。呢一隻機械狗大約10萬蚊左右，佢哋本身出發點係希望令到清潔工更加安全。不過原來用嚟清潔嘅時候，效果亦都相當好。機械人本身咧，佢落到去個水缸裏邊咧，佢係做一個咁嘅 AI 嘅偵測，確保每個位置咧都係可以無論水缸嘅四邊啦、個天同埋個地下個位置咧，都係可以完全洗得到，令至到咧可以零死角。喺嚟緊嘅日子裏邊咧，我哋會係全面咁樣喺我哋旗下嘅物業裏邊咧係去進行嘅。咁我除咗我哋呢一個嘅即係公司之外咧，我都即係相信我哋希望喺呢個技術上邊咧可以廣泛喺個行業裏邊使用，令到咧提升得到我哋行業裏邊嘅一啲工作嘅標準啦。除咗密閉空間，佢話工人高空維修亦都相當危險，所以公司亦都計劃用無人機取代人手。我哋都即係會同一啲無人機嘅公司繼續合作用一啲嘅 AI 嘅即係偵測嘅功能咧，將大嘅高空或者一啲外牆嘅檢測咧，可以咧更加落地去做，令至到咧嗰個大廈嗰個管理甚至外牆嘅一啲咁嘅風險管理咧，係會做得更加理想。其實呢一個所有嘅科技方案咧，我哋都目的係希望咧，令至到投入得到一啲咁嘅智慧大廈管理咧，係做得更加好。近年本港發生多宗嚴重地盤意外，葵涌一個地盤今個月就有天秤倒塌，操作員隨住天秤從高空墮下死亡。但係科技大學早喺2023年已經研發智能系統，可以接駁工地原有嘅天秤，取締傳統嘅做法，操作員唔需要再喺高空工作。你可以理解為一部電腦，跟住去連接到下方嘅駕駛艙去控制呢個天秤。我哋喺上方控制天秤，咁變成下方控制天秤，都係控制天秤個勾去到想要吊運物嘅地方，跟住吊去你想要嘅地方。其實就控制一架機械設備嘅。我哋而家咧就喺天秤一啲嘅關鍵部位咧裝咗一啲傳感器啦。咁通過傳感器可以實時去收集工地環境嘅呢啲嘅情況，比如話邊度有車，邊度有人，邊度咧有建築物可能會阻擋。佢話系統每個月收費6萬蚊，而家已經有超過5個公務工程地盤用緊，包括重建緊嘅白田村公屋項目。而負責操作嘅5到6個操作員，全部都係原有嘅工人。大部分有經驗嘅秤手，大概嘅1個禮拜就基本可以掌握到。即係去駕駛遙控天秤，駕駛艙嘅設計咧會還原到雙方一樣。咁首先佢要適應啦，第二就係過程當中咧，我哋之前培訓嗰時咧會分咗理論課程同埋實操嘅培訓啦。工程師啦會陪伴住秤手一齊，可能陪伴式嘅大概揸3日到啦。咁過程當中佢就慢慢會適應呢種感覺。佢又話團隊現時亦都研發緊新嘅技術，希望未來連維修同埋檢查嘅部分都可以使用科技協助。從維修可唔可以都通過一啲嘅手段去降低，依然要擒上去檢查呢啲嘢嘅，即係電機方面
鋼絲繩啊，包括天秤嘅垂直度啊，呢啲其實我哋都會未來咧都會部署一啲嘅解決方案，通過一啲傳感器嘅方式咧去收集到嘅數據，可以直接就反饋出嚟，就可能有啲咧就真係唔使人頻繁嘅去爬上去睇㗎啦。近年越嚟越多智能建築產品推出，似乎有助提升工地安全，但係有工會話唔係個個承辦商都願意使用。好多唔同嘅創新科技項目咧，都投資得比較大，尤其是人工智能啊，而家最興嘅人工智能，同埋啲安全嘅設備，佢哋需要啲唔同嘅監察啦、鏡頭啦，所以喺第一次嘅成本投資咧，我諗都有可能會超過一半嘅。好似我哋之前有啲唔同嘅項目啦，我可以舉例，例如啲智能天秤，第一次嘅成本已經投資過千萬，都唔計佢哋所有培訓。2018年，政府成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鼓勵業界用建築科技提升地盤安全。每間公司最多可以申請750萬，當中150萬必須購買或者租賃安全智慧工地系統。截至去年底，基金批出5500幾宗嘅申請，累計核准資助金額達到22億2千萬。而政府同埋建造業議會今年再加碼，向基金注資14億。但係唐浩維話，除咗錢，承建商仲有另外一個考慮。因為香港嘅工地咧，就係地盤咧就比較狹窄嘅，尤其是有啲私人項比較插針式。佢哋係咪真係可以用到呢啲唔同嘅項目咧？一嚟個工地上佢哋唔同嘅地方嘅要求啊，地盤嘅要求都唔同，所以佢哋投資嘅成本往往都係框死咗喺如果喺個標書上面佢哋有要求，甚至乎喺佢哋項目上面要求，佢哋會傾向會去申請去做。政府喺2023年起強制超過3000萬嘅公務工程必須應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統。翻查資料，本港有748個項目攞到安全智慧工地標籤認證，其中大約80%係公務工程，私人項目淨係得大約20%。佢冇一個誘因去做，我都冇一個強制性嘅要求去俾任何唔同嘅工程項目去做。如果我一個工程唔好話3000萬，我5000萬，我冇誘因去俾呢啲發展商去投資咁大嘅項目去，我寧願請一個工人完成嗰個工序，咁就已經可以完成個工程賺到錢。咁希望都政府喺呢方面更加去再大力去推動呢一樣嘢先。雖然建築科技越嚟越成熟，但係有立法會議員話，而家政府提供俾業界嘅工作守則，部分早喺20幾年前制定，未能夠與時並進，建議當局更新守則，加入科技發展元素。大家都知道嗰個守則係點樣嘅時候咧，就多啲人去用咧。咁當然守則咧就未必一定係法例，咁但係我相信咧都有一定嘅效力嘅。如果真係出咗意外嘅時候咧，嗰個法庭咧都會去睇下佢有冇遵守到呢啲工作守則，有冇用到呢啲科技。咁如果係冇嘅話咧，可能嗰個罰則咧就會再高啲啦。咁都有一定嘅阻嚇力嘅。修改工作守則之後，林振昇認為政府因應地盤應用科技嘅情況，可以考慮係咪有需要以立法嘅形式加強規管。立法強制即係某一部分嘅工種咧，一定要應用某一啲科技咯。如果因為寫入咗去嗰個法例嗰度咧，其實大家都會正視咗，亦都會係重視咗，咁變咗嗰個阻嚇力咧就會更加大啦。咁令到可能好多承建商咧。佢喺投標嘅時候咧，可能計算嗰個價錢啊，都要預埋去購入呢啲科技啊。咁因為呢個係法例規定啊嘛，咁變咗咧就一定係會多咗承建商去應用嘅。佢期望透過建築科技可以真正改善工人嘅工作環境。有啲係危險嘅工序咧，當然我哋如果用科技啊，甚至將來有機械人取代啊，咁當然對工友嘅安全咧係有一個好好嘅保障啦。咁同埋咧就譬如話有一啲危險嘅區域啊，有啲感應嘅裝置去提醒啲工友唔好進入啊，咁呢啲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效果嘅。發展局回覆話，屋宇署已經喺325個私人工程項目施加條件，規定註冊承建商必須為流動機械同塔式起重機採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嘅流動機械警報系統以及塔式起重機警報系統。
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拜拜。